日帶大家嚟到永康街83，呢度係長沙灣嘅甲級寫字樓，一齊嚟睇下後邊係點樣噶啦。呢座寫字樓呢，位於長沙灣嘅核心地帶，佢距離荔枝角地鐵站只係需要2至3分鐘嘅啫。寫字樓嘅地下至到地庫4樓呢，總共設有182個車位，分別有時租同埋月租，方便用戶同埋客人呢隨時揸車過嚟泊㗎。地下呢，主要就落客區同埋貨車嘅車位，你見到都好非常之寬敞同埋光猛嘅。除咗設計嶄新氣派非凡之外呢，呢度用料亦都非常之頂級㗎，就等我哋上去望一望啊！1樓大堂呢，保安非常之嚴密，用戶呢可以拍卡進入，訪客呢就需要另外去登記嘅。而1樓嘅地鋪呢，其實已經全部賣晒㗎啦，好快就會有商戶進駐㗎啦。上到嚟1樓嘅平台花園呢，我哋望一望座大廈，全玻璃幕牆嘅設計㗎。2樓呢，仲有另一個平台花園。樓下呢個1樓平台花園呢，除咗有商戶之外，另外呢仲有啲梯級式嘅園林設計，非常之適合用戶同埋訪客嚟到呢度呢休息，做到攰落嚟唞一唞，真係幾唔錯㗎。上到嚟10樓，即刻帶大家望下入邊啲單位係點樣嘅先。呢個係 A1 室嘅單位，係屬於大單邊，非常之光猛，有 L 型嘅窗。佢嘅建築面積係1447尺，樓底高度係4.17米，都幾高㗎。呢邊嘅方向呢，係望向永康街同埋汝州西街。高層嘅話呢，都應該會望到啲海景。樓下都睇得好清楚㗎，車水馬龍㗎。而呢個呢，就係 A6 嘅單位，建築面積係1054尺，間隔四正實用，長形冇柱嘅。落地玻璃，我哋見到樓下呢都非常之清楚㗎，距離對面大廈都有一啲距離，所以空間感都非常之十足。最後呢，我哋過嚟望埋 B1 室呢個單位，呢個單位呢而家做咗示範單位，佢嘅建築面積係1326尺，設計時尚新穎，感覺呢好悠閒同舒適嘅。係咪睇到都好鍾意，好想即刻買返間呢？而家發展商呢做緊大優惠，之前賣緊過萬蚊尺㗎，而家大割價，只係需要5000零蚊尺，最平嘅單位呢500零萬就一個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快啲即刻聯絡我啦！我係中原工商部嘅趙小姐。